家己若有要证据，就讲关键家己伊是中心思点，伊就要去股评啦，无去股评，伊内面就无情绪，就无好诶啊，伊就平等心啦。这咱想，爱用在自身诶，毋是要求别人爱学我诶意思，那要求别人拢爱学我诶意思诶话啊。其实这要求别人，其实家己就会痛苦啊，家己就会痛苦，因为世间诶代志真正要做是爱坐讲千秋，要真正要做是爱坐讲是毋是以后会当成现诶。真正若安尼做，迄个心啊怎么挂伫咧地角呢？因此，互我以自为前诶，逐个强调，按道理咧听哦。真理毋是要摕即个真理的笑去让别人，那安尼真痛苦。是摕即个真理的笑来让家己，来让家己，那安尼就袂怨天尤人啦。因为毕竟向外求，伊易变难测。因为咱要讲喙生伫人的身躯，脚生人的身躯，这伫外口咱无法度要求别人爱护合咱。唯有向内受自我调息，修学到尾啊，就是要向家己开导这个目标，一定爱清楚。所以透过这个灵医之文啊，伊伫28年当中做官28年当中，伊3摆互人上任去任命。搁3摆互罢免，啊！阮咧看这个典故，阮咧想，那一般诶人，伊本来呢上任诶时阵可能欢喜甲，春风满面，若互罢免可能就袂接袂过去啊，可能就随头上去啊，可能就怪后爷都甲怪别个，但是我无怪着家己，好讲一般心情的咧。但是这个主文伊安尼落来搁去伊拢无要紧呢，伊的心拢如呢。伊若无亲像金刚经讲，伊就讲应无所住离心之心，因为伊真正伊心是庄严的，伊的庄严毋是做官迄领衫叫做庄严，伊心无伫咧万本，伊心若敬一上的话。这声就麻烦啊，并且伊互罢免了，是用新的灵医去，新的官去，伊搁甲伊讲这个安怎？咱想即种心怀，即种北顿，这是有修的，这是有道的人才做会出来。咱今仔修学嘛，是要安尼，要正己，要端正自己，要端正自己，自我调息呢。因为修学到尾啊，回归就是咱自身当中，所以部分主依理事人，小人行业以要求。一个君主有德的人，有地位的人，这就是平素时平素时上容易互疏忽的，平素时上容易互人去甲不在乎的。但是圣者因，就是平素时事面，就是受这个等伊这等的心境是安怎？咱的心境，迄是心境清清平和啊。咱家来想，小人呢？小人行业比后呢？小人的讲嘛，存着侥幸的心理。啥物叫做侥幸的心理？不该得而得的，伊会敢若讲上空上芳啊，袂实在。但是君主伊就是收起心志
连即摆要杀敌杀绝，杀劫，就要害敌人，要甲人决战的，迄就是伊的本位呢。啊，今仔修学道，咱今仔修学道的人，咱的本位是啥？要明道、修道、了道、办道，伫迄个当中，咱是要伫遐感觉变成讲是咱应该有的行为的。所以，君子修己心，静己知性，真就是圣经讲的毫不保留，不是部分的顺从，不是部分的顺从，是全部的奉献。这真正是。以灵性体来讲啊，用义大是灵性体，啊若少年的，用家己的意思，自己讲家己的情绪啦、个性啦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为家己的情绪以后，安尼啦，拢是呢，这是小想法，这拢是肉体，但是一点也无法通了断生死，咱过来。民主的那个国规领领，顺修之正，是故知名者不入乎严强之下。叫咱要安分守己落体知命，然后要教咱讲毋通带迄个原相啊要倒去，就讲无入险地，嘛不行险境，要撇入险地，有遐个所在爱离开。人日本遐个地，人要走遐佚佗，安尼真正，家己找麻烦啊吼！迄讲来讲，你伫迄个内容不入乎严强之下，无道着呐，无投机处卡即种心啊，则讲尽己道理事者正明了，尽己道尽心去做，尽心去奉献。大家问心无愧，安尼就是善终啊！哭即即哭，即哭事者为正明了。即哭咧，即哭事者，这就是讲手红白迄个啥物，红白迄个做犯罪的代志，做检方科的代志，做违法的代志，红手哭起来啊！安尼呢？这讲起来规命啊，这讲起来呢，就已经是和谐啊啦。讲呢，这就是不得善终啊。咱真正生命为造福，我已经讲第3摆了。咱生命来到这个人世间，要安怎好好知明了明，那当然必须爱透过学习性教育以。顺着真理的方向来做，善用咱的生命，看重家己。咱的生命，咱若有看重家己的灵性的性格的时阵，心有注重者的时阵，伊话毋通讲，伊会注入家己，严谨家己，要求家己，然后到尾仔才会庄严家己，还原家己。主啊，下有事互君主，失之正国，反求诸己心。这个写就是讲